那就是我们遠道從香港請來的2位歌壇的巨星，一位是我們的何韻詩小姐，還有我們的周柏豪先生。哆啦 A 夢係真係大家真係由細個開始去好熟悉嘅一個人物啦。咁同埋最重要係因為佢代表咗即係一種對生活嘅一個想像同埋一個創意啊。因為佢即係佢所有嘅法寶啊，同埋佢點樣去即係用佢嘅能力去幫人。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點解佢由細個開始你去睇會覺得。即係好得意啊，好好玩啊嗰啲道具，到大個咗，大家都會依然有一個情感喺度。其實就係因為即係佢係啟發咗我哋好多嘅一啲諗法，同埋即係話俾小朋友聽，即係原來係可以咁豐富嘅即係生活。咁所以呢個係我諗即係點解大家對於呢一個卡通人物可以即係比起好多其他唔同嘅卡通人物係更加有一個深厚嘅感情，係因為呢一樣嘢咯。我覺得今日呢一件事咧係非常唔簡單嘅，因為要1000幾人可以咁樣去砌一個哆啦 A 夢出嚟咧，係即係需要好大嘅，即係要安排得好好啦，同埋又要即係大家都有嗰個心一齊去做好嗰件事啦。咁所以係幾壯觀嘅，確係。咁我哋就即係我同阿柏豪就被安排。鼠入個人群度啦，咁呢個就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半碟嘅嘢嚟嘅啫，係啦，即係最主要都真係呢一個大家咁熟悉嘅一個卡通人物，即係代表咗我哋好多人嘅童年回憶嘅一個人物，咁樣即係一齊去砌出嚟，咁係非常之犀利嘅，係啦。哆啦 A 夢係真係無分地區嘅一個 icon 嚟嘅咯。咁所以即係今日我知道有嚟自台灣啊、內地啊，跟住香港啊，即係各個地區嘅人一齊嚟參與呢件事啦。咁所以更加有意義啦。非常之開心咁，同埋覺得好震撼嘅感覺。自己能夠參與其中咧，覺得呢件事幾神秘嘅，因為我同阿姑要一齊係匿埋咁，然後一齊去好似秘密行動咁樣去融入1000個人裏邊，咁我成為哆啦 A 夢嘅樣嘅一份子咧，感覺上係幾有意義。因為其實由細到大對哆啦 A 夢都有好有親切嘅感覺，都好似自己嘅朋友咁。佢有咩新嘅法寶啊、新嘅道具啊，都會覺得好新奇，都好希望自己有。咁所以今日能夠喺成都啦，第一次嚟到呢個城市，能夠參與一個我覺得係由細到大都認識嘅一個朋友嘅一個活動呢，對我嚟講係幾有紀念性嘅。咁我都會好好咁記住呢一日。咁成都同埋成個製作團隊俾我好難忘嘅一日嘅。今日亦都知道啦，即係喺1200幾人嘅叫做拼圖啦，人肉嘅拼圖啦，裏面有香港啊、台灣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朋友都一齊飛到過嚟呢一度成都去做呢件事呢，係好齊心啊！我感覺到個齊心就事成嗰個感覺啊！咁所以我喺電視機喺個大熒幕度睇到嘅時候，我都覺得拼得好好。咁亦都知道原來佢哋有彩排。咁花咗好多時間，花咗2日，咁好感謝啦幕後團隊啦，同埋成個製作單位成就呢件事啦，大家做得非常好。